日喺沙田馬場咧舉行咗2項嘅3級賽啦，其中獅子山錦標咧，哇蝕分好多嘅馬咧，又再一次可以克服呢一個難度咧，咁啊贏咗啲高分馬，講緊嗰隻就和平波啦，亦都恭喜阿毛偉傑啊，第一次贏出呢個級制賽事啊！咁啊，即係蝕17分贏，我都幾難嘅，其實真係幾難嘅。即係我哋現場都話，如果真係唔知加幾多分咧，贏咗，不過贏咗先算啦。咁係啊，咁贏咗都唔關我哋事嘅，其實即係加幾多分，都有排計呢條數。係啊嚇，我覺得如果翻返去30-40年前，呢件係冇可能嘅事嚟嘅，即係蝕到17分，蝕7分都難啦，仲要蝕到17分，咁啊結果就真係贏咗。咁反映到啲咩咧？就係咪原本即係原班分數嗰啲舊馬咧，分就高啦，但係啲鋭氣啊真係冇乜咁啦，好似跑嚟跑去都係停翻喺嗰個分度，孭住重磅啊，即係冇辦法發揮到最強嘅位。同埋而家啲3級賽嗰啲，經常都啲輕磅馬贏多嘅，即係重磅馬就好多時都話跌落，梗係級數高啦，重磅馬，但係即係我諗十場有8場都輕磅馬贏嗰啲3級賽，越嚟越犀利啊！呢個問題係。係啊，即係更加有時連披都冇啊！啲高分馬今日係嘛？不過呢個獅子山錦標過往都係嘅，嗰啲即係跑完打標啲4歲馬咧，佢演出係零舍好嘅咁啊。今季都唔例外，不過冇諗過隻蝕咁多分啫。呢隻係唔入選喎，都贏。好咁啊，睇下今日各場頭馬啦，11場嘅賽事啊，咁啊鬥到入嚟真係最後直路啦。希斯同阿蔡約翰都真係你一場我一場。咁啊，今日蔡約翰係2-1啊，咁啊變咗再帶嚟希斯多一場喺個練馬師龍虎榜上面，咁啊亦都成為今日嘅練馬師王啦。何然呢亦都好耐冇贏馬啦，今日都贏翻隻嘉應奇兵。騎師方面啊，布文成績好過潘頓喎。場地今日就採用呢個 B 欄啦，咁啊見到走中內碟嘅其實都比較好啲，但係1,200咧都有啲場合可以喺外邊追喎。咁當然驕陽明區可能個級數高啲啦，但係幸運多彩咧，亦都係走外邊咧衝上嚟贏㗎。佢都幾犀利㗎今日啊！不過嗰場嘅時間比較特別啲，比較慢啊。咁啊集中晒喺中內碟啦，其實都係走內碟㗎嘛。今日係比較好啲嘅。要尋寶啊！睇下揾開邊走得好啲馬啦。泥地就少啲，得2場都係跑1650米㗎。其實都係咧走中內欄嘅比較好啲嘅。新二馬你又唔好以為排外檔喎，好早已經貼咗埋欄㗎啦。1 win 3批走內碟，1 win 1批就走中碟，出邊咧就冇馬可以冚上嚟嘅。咁啊事不宜遲啦，今日跑成11場啊！先睇頭場啦，5班1400米低班賽打頭陣啊！起步嘅時候咧，平排出閘咁滯嘅，輕輕慢咗少少就線路萬里嘅，出得快啲外檔啦，鳳凰啦，咁啊內檔見到潘頓啦、白袖粉紅帽嗰隻線路神話啦，打幾邊先啊，盡量搶前啦。咁啊跟住出嚟嘅馬咧，仲有馬有運啦，中間啊八正道啦，63啊領創動力喎，貼住攔咗另一匹熱門文明福星，今日就報文跑嘅。線路萬里起步慢咗慢，呢個時候已經上翻嚟第7位，咁啊跟住佢仲有友誼喜悅、威力勇氣啊，然之後嗰陣啦，美麗多型啦，外檔好運寶馬，中間仲夾咗隻幸運傳承啊，蹬咗幾蹬㗎啦，內檔仲有可愛新色，包尾嗰匹就有型勇者嚟嘅。咁開始轉彎嘅時候啦，鳳凰啊帶到頭啦，線路神話就黐唔到欄帶喎，要出咗2碟啊，貼欄上到嚟第3啲文明福星話今日走勢都幾好啊，反嚟1,400好似就順啲嘅。咁喺出邊咧有幾隻啦，馬有運啦，同埋領創動力啦，2隻仔喺佢出邊嚟嘅。再跟住個馬啦，威力勇氣都喺內欄攝上咗啲，外檔啊八正道夾住中間啊線路萬里，然之後就美麗多型啊。咁喺尾嗰幾隻啦，可愛新星啊，咁啊幸運傳承啊，出咗外檔嘅友誼喜悅、有型勇者大外檔嘅好運寶馬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線路神話就過咗鳳凰噶啦，後邊話見你走啊，文明福星俾你走仲得了嘅，呢度黐住佢啊，潘頓鬥步雲啊已經開始，後邊上緊嚟嘅馬咧就走埋內檔嘅威力勇氣啦，外檔嘅線路萬里，咁啊中間領創動力就均速啲嘅，最後100米嘅時候啦，單打獨鬥文明福星過埋線路神話，過得你就冇建議俾你過翻啦，可以打開勝利之門啦，線路神話第2、第3名線路萬里，第4名威力勇氣。咁啊早段啊潘頓啊着意搶嘅，早段打幾邊嘅，即係線路神話。你睇，不過如果唔打呢幾邊，係驚頂咗喺外碟啦。佢好落力㗎呢場跑。但係打咗呢幾邊之後，就馬就搶口，有啲即係有啲尷尬，跟住有啲搶口，咁啊變咗走得急咗少少。不過冇法即係避免唔到嗰度。如果唔騎嗰幾步領創動力，今日出閘快啊，佢就會頂咗佢出3碟嘅可能。呢度有少少啊，呢度搶啦，搶口，因為早段走得急咗啲，咁啊。當然啦，布文就梗係同你蝕住喺個博士位啦，亦都今日黃金機會㗎啦，有1檔，好緊要啊！易跑啊！佢呢個檔位令佢，因為本身隻馬其實都唔規矩嘅，你睇一路走起上嚟咧，個頭都有啲擺嚟擺去嘅呢個文明福星，變咗呢個檔位早段可以 hold 得佢靚啲，佢入直路又順利喎，攞嗰個位，好易避開咗風嘅，不過就封佢唔到啦，都係俾佢攞到個位。因為有啲走3碟嗰啲馬唔多啦，已經啊。咁攞到個位就夠贏啦！近期潘頓成日都封咗布文噶嘛，好精彩啊！諗今日可能都諗住照板煮碗啦。
因為布文不過跑呢隻文明復星嘅，相對都有啲片，不過都係啦操算係幾順控路都勁嘅追得。因為之前艾杜拿跑咧就都追得勁，不過就比較論盡啲啦。嗰場咪輸俾大陸歡星。分段時間啦，頭段13秒62，第二段21秒88，第三段23秒19，末段23秒24，總時間1分21秒93。咁今日星期六頭場就唔爆嘅，熱門 Q 嚟嘅。滿天下添啊！第三嗰隻線路萬里起步其實係包尾嘅啫，不過就好快都叫跟翻前少少嘅位置啦。咁好正路嘅幾多場嚟嘅頭場就。咁啊，線路萬里就用翻一個即係我覺得啱啲嘅跑法啦，因為近期落班前啦，都成日都擠喺前邊啦。其實你見佢之前咧喺呢啲路程上名咧都係留住衝。今次賽前都做晒俾你睇㗎啦，啲閘佢都係嘗試留俾你睇。今日跑咁啊，可能出閘唔係好順利，不過佢都係留住衝係好少少。不過第三就好似落到嚟5班又對頭兩名又冇乜威。但係你又蝕咗個形勢咯，你而家後追，你今日其實擺頭着數好多㗎呢條跑道。掌握唔到個先機啊！不過呢啲馬咧，嗰啲跑姿都係麻麻地，我覺得啲腳又唔係話出得好揚啊咁樣。唔好寄望佢太叻嘅馬啦，咁希望啲對手減弱啲，即係可以再跑近啲，甚至贏到馬啦。咁如果提到今日，如果後追外碟唔好嘅，其實咗幸運傳承咧，又再一次走得好嘅，因為佢都係走住外碟。今日跑呢個1400都有幾步追翻上嚟喎，尤其是方嘉柏今日都冇㗎嘛，零呢樣要計埋落去啦，係要計啦係嘛？咁啊變咗佢嘅發表現咧都算唔錯，差唔多㗎啦，泥地草地咧，沙田谷草都得啊呢隻馬。好啦，睇完頭場啦，咁啊今日第二場咧就安排咗一場4班1200米。有兩組㗎，第二、第三場啊，呢組行先。起步嘅時候咧，應聲彈出嚟隻初出馬喎，中間紅衫黃走嗰匹會當凌啊，另一匹初出馬都快啊，逆雨揚名就63嗰匹啦，但係跟住有馬搶出嚟啦，嘉應駿馬啦，另一匹初出馬常常發財啊，紫衫白袖嗰匹啊，咁啊內檔嗰邊咧仲有隻關鍵所在啦，咁啊賽前戴咗眼罩試閘咧，爽咗好多今日出閘，然之後啦就團結勇士啦，出邊咧隻歐洲傳奇都快啦，但係都唔夠速度埋嚟啊，然之後嗰陣啦就隻戰旗飛啦，中間就金多喜啦。咁外碟隻同喜又係埋唔到嚟嘅，喺佢後邊咧仲有隻巧眼光，咁啊喺尾嗰3隻啦，中橫天下啦，咁啊超平凡縮到尾二喎，咁啊包咗落尾咧，就呢個會當凌本來出閘快，但係慢腳啲啊，越騎就越褪嘅，差唔多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咧嘉應駿馬帶緊頭啦，常常發財已經威脅緊佢噶啦，留意一內檔嗰隻關鍵所在咧，呢度有個位啊，哇上得嚟啊！呢馬過往咧識追幾步㗎，呢度可能都已經夠用㗎啦，後邊啲馬咧麻麻地啫喎，追咗啲就幸運旅程啦，內檔啊戰旗飛啦，外檔上緊嚟啲會當凌嘅車前到後又上翻啲。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啦，前面關鍵所在咧，打開晒走咗去，哇！呢度好大機會咯，常常發財得個望字啫，內檔捱緊仲係嘉應駿馬，關鍵所在打開勝利之門啦，常常發財第二，嘉應駿馬第三，第4名嘅幸運旅程啊！呢場啲燈準到無倫，着燈4隻馬有3隻又包辦咗單 T 嘅。贏嗰隻啦，嘉應駿馬都有份。係啊，今日都唔止一場啊！關鍵所在當然有份啦。今日真係戴咗眼罩跟得好前box位。咁啊弱組嚟嘅，常常發財初出丁冠豪嘅馬都成為大熱，咁仲越嚟越熱添啊！落到27啊，最後即係覺得其他啲原班對手都係唔係好叻㗎啦。季尾都係咁㗎啦，好多時都係，尤其啲4班好多都唔叻嘅啲組別。不過今日貼欄都係着數啲嘅，所以又令到關鍵所在贏嗰個距離係再遠啲啦。貼欄就係關鍵所在啦。你睇下嗰隻嘅跑戰旗飛啊，跑咁多次近都未近過，今日有條欄都第5啊，居然有獎金喎！跑咁多次次次都喺後邊嘅。咁蝕得最多係咩啊？考眼光嗰啲喺開邊蝕，不過都係衝得曳。會當凌嗰啲會當凌蝕啦。佢係留到落尾轉個最闊嘅彎，佢係衝得最好嘅。佢都有啲走勢㗎。佢出閘係最快，但係慢腳，跟住好快褪咗落去，又上翻嚟。你希望啲內閃都近嘅，翻到嚟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34，咁啊第二段22秒47，末段22秒98，總時間1分8秒79。咁啊超平凡就直路啊塞咗嘅，不過都仲有其他事㗎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咁啊本身都因為喘鳴啦，好耐冇跑，咁今日跑完又係喘鳴同埋氣管多痰啊，雙料，咁都慘啊呢啲馬。喘鳴就可能因為塞啊，走得唔順，不過氣管多痰又唔關事嘅，咁啊有痰啊有痰。係，咁啊清下啲痰啦。好過有血嘅。不過就喘鳴馬做咗手術都仲繼續喘鳴，都係比較麻煩啲啦，都唔係跟進嘅馬嚟㗎啦。跟進都係嗰啲會當凌咯，即係今日嗰個跑法其實都真係幾蝕㗎。咁你可以即係揾嗰隻巧眼光咪稱下咯，巧眼光喺呢個路程都曾經上過名，今日咁跑都唔得。不過呢巧眼光啲姜後都幾麻煩，我見到田泰安跑早段又係搶口搶得好緊要。佢都仲係有啲自戀啦，啲片嚟片去嘅，其實神科都係咁㗎啦。不過都
4班拆組其實都好弱嘅，不過就係啲燈真係準到無倫啦，真係哇！嗰啲關鍵所在嗰啲咁嘅嘉應駿馬冷門嚟㗎嘛，一着就喺度嘅真係。披都未跑過嘅嚇，不過你最多話最近睇個課市集係好咗啲嘅嚇。咁嚟到季尾可能要揾啲燈啊幫下手啦。今日冇用啦都好太遲啦遲啊啲燈啊。好啦，睇一兩場賽事，不如休息一陣先。